所以如菩萨行论里面所讲的，我们正知正念的思想呢，就是作为如同在这个在我们怎么说呢，那个竹子一样。竹子是什么竹子？就是我们在建筑里面的，就像比如说这个建筑就有很多很多竹子嘛，对不对？竹子为什么要形容竹子？竹子是一个在建筑里面，相当于一个屋子里面，它是最坚固的，而且是一直都是定在一个地方，它是最不能摇动的、动摇的，对不对？一个建筑如果竹子摇动了，那就是那个建筑就会倒下来的嘛。而且是竹子呢，就是这扛了很大的这个建筑的这个主要的结构，所以就它是很重要嘛。所以它在这里面形容就是它是不动的、很坚固的、很牢固的意思。然后呢，就一个东西呢，就是相当就是怎么说呢？相当就是把这个心一直跑的话，我们把这个竹子呢作为我们真正的修行的要修有这个想法的这个心，这个就是作为这个竹子一样那么在我们那个平常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呢，就是平常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嘛，就是东跑西跑，然后就是身体在一个地方，但是心是会到处跑嘛。所以呢，如同就像一个马困在这个竹子上面，它就跑不掉嘛，对不对？就像这样，我们就把牢牢的绑在这个竹子上那么就是没有办法跑嘛。就像这样，我们的心打坐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把这个心呢，就是在正知正念的实相的这个如同竹子一样的很坚固的这个怎么说呢？上面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这个不断的在奔跑的这个思想，就是把它捆起来，然后就是要定下来。我们有一个想要修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法的一个心嘛，对不对？为了佛法的，为了法的一个心嘛，对不对？这个呢，就是作为竹子一样。然后呢，我们就是为了烦恼或者是长期控制不住的这种产生许多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杂念，对不对？这个以杂念的思想的来源，就是这个心呢，就是绑在这个如同竹子一样的这个上面。那这样才是会慢慢的可以在能够怎么说呢？稳定下来。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不要以过去的一切事情，过去所在自己的身边发生过的事情或者是过去的我们所听过的、所见过的所遇见过的所有的事情，也是要放下。现在的一切的计划跟想法也是怎么说呢？当下的一切以实践法以及这些的想法也是必须的要断除。无论是好的想法，无论是好的想法与不好的想法都一样的，打坐的时候两个都是要放下的。然后再像比如说我们就是修持这个禅定的过程当中，修持深远次第、圆满身体次第跟圆满次第的时候，我们修持身体次第的时候呢，就是要我们观想每一个本尊然后修持念经的时候呢，就是从皈依开始到发心，一直在我们修持本尊的仪轨的过程当中，那么一个一个的观想出本尊的这个颜色，本尊的那个怎么说呢？形状，本尊的包括法器，包括声色，包括这个本尊的穿着，都一个一个的就是要观想出来嘛，对不对？对。那么观想到圆满，就是以这样去修持圆满，怎么说呢？深远次第。但是在这个我们修持禅定的，就像比如说今天我们讲的这个禅定的方面来说到，那么就这些善的与不善的一切的这种念头都是要断除的，都是要放下的。过去的一些怎么说呢？一些那个怎么说呢？好的事情也好，不好的事情也好，全部都放下。现在也是一样，将来的一切计划也是要断除。这个我们打坐的过程呢，就是我明天做什么功课呢？我要什么样子才做一个最好能够可以成佛的这种一个功课等等，这些是好的，但也是这些都不需要的，这些都要断除，什么都不要去想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清净的心、清净心的一个状态。
那么有做到一个清净心的状态的话，那所有的烦恼都是会把它去消除怎么说呢？平静。如果是禅定的功德是什么呢？就是从内心里面的一切烦恼、一切贪嗔痴都是能够可以消除平静，所以非常殊胜的功德。但是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多次的练习，不能是说一次性，就是要学一下打坐，马上就会有能够可以禅定的感觉，那种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如同就是也有一种形容，就相当就是老旧的那种房屋里面呢，就是滴水一般的这样的形容。一个老旧的房子屋顶积水了以后呢，它就是在慢慢的滴水滴到那个屋内嘛，那么就是把一天全部的水会滴完嘛，这不会这样的，不会那么快，但也是不会间断的，就是噔就这样，相当就是1秒钟一次或者是2秒钟一次这样，那就是会滴很长时间，就好几天，因为屋顶积的水比较多，屋顶的所有的水都滴完以后才是会间断嘛，所以如同这样我们。那这种一滴的，每天会滴多少水呢？那就是很多次，也没有间断。那么一次性是不是滴得很严重？都没有，就像淹水一样，或者是自来水的罐子一打开，这样就是噼里啪啦的流出来，也没有这样，一点点。那打坐就是要这样去学习的，不能间断。一次性不要特别的，就是要勉强，就是很长时间的那种，也是不适合的。但是呢，就是慢慢的，然后不要间断的，就是要坚持，这样才是会有更好的效果。然后内心来说呢，也是不要特别的去改变，就是说我一定要今天都是观想善良的部分，或者是要观想一个诸佛菩萨什么等等这种。然后也不要说哎呀，我这个今天就是不能产生贪心，不能产生嗔恨心，不能产生愚痴的含这些，我不能睡着啊，不能就是这种什么想法都不要有去做，自然而然的心本来就是什么样的，就像我刚刚说的，盆中的那个水一样。那个盆中的水，你不要去动摇它，它本来就是很清净的，自然就流着就可以了。那么就不用为了这个就可以做什么，就像我们在那个供在坛池上的水杯里面的供的那个水，每一杯都是很清、很净嘛，对不对？很平静嘛，对不对？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就为了水杯里面的水要更平静，所以我们现在需不需要做什么？那什么都不用做嘛，对不对？所以什么都不用做，它就这样放着就可以，不要外境的打扰就可以，对不对？那外境的打扰是什么？这一杯水如同我们的心，它有一个本来的清净的一个状态，一个这样的一个面目。那么这个呢，我们就不要有外境的这种思想去干扰的话，它本来就是很清净的。那我们这个里面就是不用加什么或者不用兼什么，自然的放着，要轻松的去放着才是最重要的。首先我们就是要打坐的时候呢，就是前面的这个基础就是要身体就是要生气质坐嘛，平常就是最好的话，但也是看身体的这个条件。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或者是不太健康的，或者关节不是特别的灵活的人，那就是做那种伤腿啊，那些伤盘啊，那些都是有点做不到嘛。那有点做不到的情况下，如果是伤盘1分钟，然后就是整个的下半身都是变成僵的麻的那种，那你就因为身体那么不舒服的情况下，那就不要说是打坐心清净，就是一直都是在心都是一直往那个怎么说呢，那个腿的上面跑啊，然后就是为了腿，就是会就感受腿的不舒服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没有办法平静下来啊。所以呢，坐着就是越轻松越好，但是呢，就是身体是要直。我们就是说双腿跟单腿这个方面来说的，没有办法特别的要求以外，那就是身要直，脊椎呢就是相当如同就是很多的那个怎么说呢，铅笔就是铜笔嘛，就是银的量，那一个银笔堆上去的话，它就可以堆得很直嘛，对不对？
所以脊椎沟呢，就是我们自己大概知道，脊椎沟就是应该这样的时候，我们就想也可以想得起来，我们从这里脊椎沟脖子这边往外，对不对？如果这样的话，那就是我们的脊椎骨是这个样子的一个形状嘛，所以就是一定要直直的，然后就是脖子下巴稍微往下一点，这个就很直的话，伸直的话就是脉也很直，脉直的话，那就风也是很顺，所以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气脉明点，这些都是身体里面的，在每一个细节，这些都是它有一个内心的一切的这种改变，是跟身体也是特别有直接的关系。就像比如说头痛，那么就相当就有痛的感受，所以就是手也会去碰，然后心的这个专注也是一直在痛的这个位置，所以呢，就如同这样的就是风脉明点都是清净，是为了要身体要直，然后风也是要顺，然后脉也是要直，气也是要顺，这样的时候呢，就心就会获得清净，心会获得清净，就像心是国王一样的。然后身体的其他部位呢，就是相当他的大臣跟他的将军、他的眷属、他的这个怎么说呢？国王的这种家眷一样的。那么如果是国王心里得到一个非常舒适、安静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那么就是跟大臣们有没有关系？跟他的这些眷属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嘛。那么眷属大臣这些都是在吵吵闹闹，或者是国政各个方面有很多事情的话，国王也没有办法再很轻松的带着嘛，对不对？如同这样，我们的身体要各个方面就是要轻松，自在，那心也是自在。身体呢，就是坐着也是同样的重要，所以就是需要我们在那个打坐的前面需要的这个七支坐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七支坐大家都知道嘛，今天我们就是不用特别的为了这个七支坐方面就是做太多的揭示，因为我们今天主要是讲那个它的这个怎么说呢？禅定的这个方面，然后